單車徑嘅安全問題令人關注，有踩單車人士投訴行人佔用單車徑嘅情況非常嚴重，又批評警方冇嚴厲執法。單車團體提醒市民，任何時候都唔應該行落單車徑上面活動，以免發生意外。行人喺單車徑嘅活動層出不窮，經常都出現人車爭路嘅情況，少不免有碰撞。啲人走遮陰啊嘛，行單車徑呢度，啲人就係怕下邊嗰條行人路咧，咁啊啲就驚晒啊嘛，咁啊走晒上嚟呢度行啊，啲單車有時左閃右避㗎，大家撞到邊個都唔好啦。胡先生話：好少見到警察巡邏，就算佢哋見到有行人行單車徑，都唔會理。單車愛好者好關注有關嘅問題。大埔騎乘者車友會喺3月底發起第3屆單車大遊行，有250多名人士踩單車響應。佢哋向運輸署同路政署遞交投訴信，要求警方加強執法。一啲掌聲俾各個部門或者俾翻我哋自己單車嘅車友，希望大家繼續支持，到我哋踩單車有更加好嘅環境。參加人士話，遊行對佢哋有好大意義，要爭取單車喺道路使用上嘅權利。遊行已經係宣泄咗我哋嗰個聲音出嚟咯，起碼都會多啲人知道咯，亦都會令到多啲人吸引到多啲關注咯。你會見到今日落雨咁嘅環境，好多人出嚟踩，你會知道嗰個數幾大。大埔騎乘者車友會召集人陳國強話：行人對單車徑嘅安全意識不足係問題嘅主因，希望警方可以多啲宣傳行人喺單車徑活動係觸犯法例，並加強票控違法嘅人士。而家我哋嘅法例未容許行落單車徑或者跑步人士喺單車徑度跑步，所以我都希望呢批人士會尊重翻自己、尊重翻政府、尊重翻單車使用者。佢哋未得到正式嘅法律地位之前，應該行翻上去。單車交通意外有上升嘅趨勢，根據政府新聞公佈，2009年涉及單車嘅交通意外有1882宗，比2007年增加300幾宗。不過而家就冇統計指出當中有幾多意外係因為行人佔用單車徑所造成。數字呢，因為報案呢就會有數字㗎，咁變咗有好多都係現場即時解決咗。咁但係我知道，如果係咁樣做嘅話，每日都會發生。經常沿馬鞍山至沙田單車徑跑步嘅郭小姐話，因為跑步徑唔夠，令佢哋迫於無奈要喺單車徑跑步。好尷尬㗎，有啲地方係連行人徑都冇㗎，咁啲居民咧就被迫踩入落去嗰個單車徑嗰度咯。咁我亦曾經同議員反映過，但係嗰啲議員係廢嘅嚇，佢唔會幫你做嘢嘅。又有跑步人士反指踩單車嘅人唔注意安全。咁佢哋有陣時踩單車，佢哋都唔跟方向啦。你睇到有啲單車都踩過線啦，即係去啊同埋翻都會亂咯。即係佢哋會識避嘅，有人去又行翻正咁咯。東九龍單車隊隊員阿 Ken 話：單車徑嘅路面情況難以預計，行人唔可以大安旨意踩單車嘅人一定可以避開佢哋。永遠唔會睇嘅，就諗住車會讓，但係尤其是啦天黑啦，佢啲即係燈光暗嗰啲位咧，我哋真係睇唔到，失驚無神跳出嚟，咁點讓呢？佢哋又話有好多行人唔理踩單車人士嘅警告。有陣時會越跑越出，咁我哋想提佢嗌佢嗰陣時咧，即係嗌啊又好，叮佢又好，點解叮極冇反應，嗌極冇反應咧？原來塞住隻耳聽歌，仲要係喺出面我哋都聽到嘅，咁你會可能會聽到周圍嘅聲。佢哋批評警方執法唔嚴厲，行人行單車徑只係口頭警告，對踩單車嘅人士唔公平。行人又點樣睇警方加強執法呢？發啦，冇所謂嘅，發過一次可能驚嘅，就走去嗰邊啦。單車徑同馬路一樣有車行，行人喺單車徑上面活動有一定嘅危險，市民要提高對單車徑嘅安全意識，先至可以減少意外。樹仁大學記者郭子文報道。